獎勵。首先會頒發公職榮譽獎章，本年度共有40位會務委員同埋童軍領袖獲頒公職榮譽獎章，以表揚佢哋對童軍運動嘅貢獻。恭請馬道立先生為我哋頒發，並由大會操協調人、副香港總監吳家亮先生陪同。Now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awards for merits by the Honourable Ma. Accompanying him is Mr. Jason This year, 40 lay members and Scout leaders are awarded 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s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outstanding services to the Scout movement. 首先係領袖資源處專科會員鍾耀雄先生。港島地域副會長張偉良博士。港島地域副會長黃慶強先生。港島榮譽童軍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顏啟添先生。維多利亞城區主席雷建文先生。筲箕灣區區務委員會委員陳培芬女士。港島第99旅旅務委員會委員姜仲雲先生。助理領袖資源總監歷奇教育蔡一心女士。訓練處總部總監物資管理胡英偉先生。訓練處總部總監訓練行政與電子學習尤柏堅先生。港島地域總部總監小童軍梁佩珊女士。新界東地域總部總監公共關係趙佩斯女士。新界東地域總部總監發展侯家宇先生。
跟住第三組嘅獲獎人士，屯門西區副區總監陳國晶先生。傳訊及公共事務處助理總部總監周年活動葉坤浩先生。新界東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資訊科技馮澤森先生。香港童軍貝登堡聯誼會助理總部總監香港分會朱偉玲女士。深水埗東區助理區總監樂行童軍譚建宗先生。沙田南區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魏敏芝女士。九龍塘區助理區總監童軍藍志健先生。屯門東區助理區總監童軍黃啟儀女士。鯉魚門區助理區總監幼童軍鄭美華女士。將軍澳區童軍區長許玉麟先生。港島第99旅副旅長彭浩然先生。港島第76旅童軍團長李明賢先生。新界第7海童軍旅海童軍團長鍾文健先生。港島第242旅童軍副團長洪偉亮先生。九龍第90旅童軍副團長李清華先生。東九龍第137旅童軍副團長施清女士。沙田東第18旅童軍副團長周小玲女士。
九龍第57旅小童軍副團長關建堂先生。九龍第1230旅小童軍副團長方以文女士。總幹事李思恒女士。而家頒發公職榮譽十字章。本年度一共有22位會務委員同埋童軍領袖獲頒公職榮譽十字章，以表揚佢哋對童軍運動嘅優異貢獻。請香港總監陪同。18鄉區會長梁福元先生。旺角區主席盧偉文先生。沙田東區主席梁志堅先生 MH。沙田南區副主席陳國添先生 BBS MHBH。旺角區區務委員會委員譚鳳平女士。港島第99旅旅務委員會委員李瑞琪先生。港島地域副地域總監常務伍尚國先生。港島地域助理地域總監公共關係曾麗珊博士。新界地域助理地域總監區務陳偉文先生。新界東地域助理地域總監支部鍾文龍先生。青衣區區總監凌玉衡先生。港島地域總部總監行政張瑞儀女士。新界東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訓練李耀文先生。香港童軍貝登堡聯誼會總部總監會籍事務李仲賢先生。
接住落嚟嘅係九龍地域助理地域總部總監領袖訓練詹明光先生。碧峰區助理區總監邱同軍由朝輝先生。九龍第18旅旅長唐其仁先生。東九龍第40旅旅長何偉成先生。大埔北第17旅旅長薛偉業先生。港島第7旅副旅長徐碧珊女士。沙田南第59旅邱同軍團長何嘉文女士。繼續係請馬先生頒發龍勳章同埋獅勳章。龍勳章同埋獅勳章係香港童軍總會頒俾童軍領袖同埋會務委員嘅最高榮譽，以表揚佢哋對童軍運動長期超卓服務同埋傑出貢獻。Now the presentation of Dragon Awards and the Lion Awards. The Dragon Awards and Lion Awards are the top awards of the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They are presented to Scout leaders and lay members for their exceptional services to the Scout movement over a substantial period. 首先，我哋係頒發童獅勳章。本年度係有5位童軍領袖獲頒童獅勳章。第一位獲頒童獅勳章嘅係港島第10旅副旅長何傳仁先生。何先生多年嚟以身作則，盡心盡力推動旅團發展，協助帶領港島第10旅拓展成為一個擁有5個支部同埋超過300名成員嘅團隊，功不可沒。恭喜何先生！ Congratulations, Mr. Ho。第2位獲獎嘅係沙田南第59旅旅長冼志深先生。冼先生出任旅長期間，積極拓展同埋保留成員，培育領袖，為旅團募集資源，帶領旅團獲取超卓成就，不遺餘力。恭喜冼先生！ Congratulations, Mr. Sin。第3位獲獎嘅係副童軍資幼社總監、青少年服務馮志豪博士。馮總監積極推動 Soul Keeper 精神健康守護者計劃，協助少數族裔童軍旅喺本會發展多元共融方面貢獻良多。恭喜馮總監！ Congratulations, Dr. Fong。第4位獲獎嘅係助理香港總監新界東地域黃業堂先生。黃總監致力拓展新界東地域童軍運動，帶領團隊推行多項支援前線單位嘅計劃，並積極支持總會計劃同埋活動，貢獻良多。恭喜黃總監！ Congratulations, Mr. Wong。
第5位獲獎嘅係副香港總監活動與訓練陳勇先生。陳總監憑藉出色嘅領導才能，帶領訓練處同埋香港訓練隊，不斷優化本會嘅領袖訓練發展，培育童軍領袖，表現卓越。恭喜陳總監。 Congratulations, Mr. Chan. 現在頒發青龍勳章。 Now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Bronze Dragon. 今年有1位會務委員獲頒發青龍勳章。 This year, 1 lay member is awarded the Bronze Dragon. 獲獎嘅係深水埗東區名譽會長黃婉薇女士。龍女士參加童軍運動44載，為九龍地域同埋深水埗東區就住財政資源同埋人脈方面提供不同嘅支援，多年來盡心盡力，貢獻良多。恭喜黃會長。 Congratulations, Ms. Wong. 繼續頒發銀龍勳章。 Now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ilver Dragon. 本年度一共有2位童軍領袖獲頒發銀龍勳章。 This year, 2 leaders are awarded the Silver Dragon. 獲獎嘅係香港童軍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顏秀峰先生。顏先生憑藉其豐富嘅財經金融經驗，同投資小組緊密合作，優化本會投資策略，並加強風險監控，為總會同埋其他童軍單位帶嚟穩健嘅財務資源，以推動童軍運動貢獻良多。恭喜顏主席。 Congratulations, Mr. An. 第2位獲獎嘅係總會執行委員會主席葉永成先生。葉先生憑住佢非常廣闊嘅人脈網絡，加強本會同埋政府部門同埋其他社會持份者嘅聯繫，更加主動牽頭同唔同嘅大型機構建立緊密嘅伙伴關係。除咗身體力行參與各項活動之外，葉主席亦都贊助多個大型嘅活動同埋發展項目嘅經費，對於拓展童軍運動作出莫大嘅貢獻。恭喜晒葉主席。 Congratulations, Mr. Yip. 多謝馬先生，請馬先生就座。 Thank you, the Honourable Ma. Please be seated. 我哋再一次恭賀今日所有嘅獲獎人士。 Congratulations again to all of today's award recipients. 跟住落嚟，大會安排咗精彩嘅表演節目，以音樂小劇場形式，為我哋展示各個支部日常參與嘅童軍服務，等大家了解到童軍服務多元又具意義嘅一面，從而鼓勵大家繼續履行童軍使命。 Our Scout members are going to perform a musical drama to showcase the daily services of each Scout sections, allowing us to understand the diverse and meaningful aspects of Scout services, thereby encouraging everyone to continue fulfilling the Scout mission. 表演即將開始，而家我哋將時間交俾節目組嘅司儀。 Let's enjoy the show. Program leaders, you have the floor. Testing, testing. 大家好，我哋咧喺咁莊嚴嘅大會操之後，今日嘅壓軸表演而家正式開始咯。不如大家俾啲掌聲喎！入緊嚟球場中央嘅所有表演者，哇！佢哋好活力充沛啊，精神好抖擻啊！大家俾啲熱烈嘅掌聲啊！繼續唔好停。 各
首先咧，我為大家介紹一下先，由主禮台喺左手邊望向右手邊咧，分別將會係樂行童軍支部嘅表演成員啦，跟住就深知童軍支部，再有童軍支部，跟住咧就會係幼童軍支部，最後當然係年紀最輕、最活潑、最可愛嘅小童軍支部成員。大家見到球場中央嘅表演者都同大家揮緊手咯喎，不如咧大家都揮一揮手，同佢哋打個招呼。今日節目組為大家準備咗一個音樂小劇場，係嚟自5個地域唔同支部嘅成員，同大家介紹童軍成員咧經常參與各項嘅服務，展現出童軍精彩又多元化嘅一面。今日嘅表演將會以獎券籌募、保護環境、關愛長者、多元共融、救急扶危為主題。大家好好展示出我哋童軍使命、服務社群嘅精神。喺表演開始之前，再一次呼籲大家同台下球場中央嘅表演者揮揮手，俾啲掌聲打下氣。睇嚟咧，台中央嘅表演者咧都好似已經準備就緒咯喎。我哋嘅表演即將開始咯，請大家細心欣賞。首先呢，將會係小童軍嘅表演啦。小童軍嘅訓練提供各項適合小童軍身心發展嘅活動，令到小童軍咧喺家庭同埋學校之外，都會有適當嘅學習體驗，快樂健康咁樣成長。不如我哋邀請在場嘅小童軍成員都同台下球場中央嘅小童軍揮下手。齊心可見，合作可以，同步向光輝的每天，以熱誠。最右手邊就係我哋嘅小童軍成員啦，大家揮下手先。見唔見到佢哋做緊啲乜嘢嘢啊？佢哋咧而家好竭盡所能咁樣推廣緊童軍獎券喎。童軍獎券嘅籌募咧，係為咗各童軍單位籌集活動同埋活動嘅訓練經費，令到童軍運動能夠有效推動，提升童軍活動嘅質素。齊心可見，合作可以，同步向光輝的每天。無私奉獻，唔求回報嘅奉獻，丈夫貴兼濟，豈能獨善一身呢？你睇下我哋小童軍嘅成員，好竭盡所能咁樣去推廣我哋嘅童軍獎券喎。佢哋而家做緊啲乜嘢啊？佢哋咧將已經售賣咗嘅童軍獎券券尾交翻去收集商。大家都要記得喎，童軍獎券售賣之後，一定要記得獎券籌募嘅獎券尾咧放翻入指定嘅收集商參加抽獎啊！新一年度童軍獎券籌募即將開始啦，希望到時各位都可以多多支持童軍運動。多謝咁得意嘅小童軍家長同埋領袖為我哋帶嚟表演，俾大家再熱烈嘅掌聲！小童軍成員聽到咁熱烈、咁活潑嘅音樂咧，都知道即將表演嘅係會係幼童軍支部。幼童軍嘅表演咧，會以保護環境做主題，童軍活動同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 有住密切嘅關係。童軍運動致力培養青少年參與多樣化嘅活動同埋計劃，對社會同埋環境做出積極嘅貢獻。每程旅途上愉快一起唱歌，新知識增進見聞樂趣多。SDG 所提倡嘅目標，其中一個主題領域就係環境保護永續發展，當中包括推動保護環境資源、潔淨能源、鼓勵循環經濟同埋減少廢物污染。
大家睇下，球場中央嘅垃圾籠而家好百厭咁樣樣，周圍丟棄垃圾啊，令到我哋美好嘅家園唔再清潔乾淨。雖然有垃圾籠嘅破壞，但係我哋幼童軍嘅成員非常之發揮到日行一善嘅精神，幫手清潔地方，保護我哋美麗嘅香港、美麗嘅家園。哇！大家睇下我哋幼童軍成員真係好叻啊！睇嚟咧，佢哋最後都發揮到日行一善嘅精神，驅趕咗垃圾籠啊！大家都要記得保護環境，人人有責，唔好做垃圾籠啊！多謝各位幼童軍成員，相信咧在場各位童軍成員都會記得保護環境㗎啦。幼童軍表演完，就到台中央球場中央，精神非常抖擻嘅童軍支部成員啦。童軍支部經常都會探訪長者，幫助有需要嘅人。有一啲長者咧，因為行動不便，好多時候都唔願意外出，容易對情緒健康造成影響。童軍成員會透過探訪長者，表達我哋對佢哋關愛之情。在場嘅童軍支部成員同台下嘅童軍揮揮手。大家見唔見到佢哋做緊啲乜嘢嘢啊？香港童軍總會咧積極推動本地青少年了解中華文化、藝術同埋歷史。中華武術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係我國國技之一，所以咧有國術呢個稱號。國術嘅組成係以力學做基礎，醫學為參考，兵學做實用，更加咧以哲學將其修養至極，係我哋中華文化非常之重要嘅瑰寶。經歷5000多年嘅歷史演變，中華武術由於地域嘅遼闊、氣候、地勢嘅差異，加上服裝、身形、文化同埋性格喜好，組成嘅權藝眾多，醖釀嘅深厚文化同埋先賢智慧，不但止咧能夠自衛防身，更加能夠預防疾病、治療痛症，令到人咧精神煥發喎。大家見到球場中央，我哋嘅童軍成員透過咧同長者一齊學習太極，展現出我哋童軍長幼共融、互相支持彼此嘅精神。邀請大家俾一次熱烈嘅掌聲，懶師傅為我哋帶領一班童軍成員表演咁精彩嘅表演。即將嚟到嘅會係深資童軍嘅表演啦！大家俾啲掌聲，我哋嘅深資童軍成員。喺國家14-5規劃支持香港成為8大中心嘅發展底下，香港係一個多元文化嘅國際大都會。童軍運動宣揚友愛普天下、童軍是一家嘅國際情義。我哋嘅童軍成員係嚟自唔同嘅國籍、族裔，大家都彼此尊重，共同為社區作貢獻。大家見唔見到佢哋做過啲乜嘢嘢啊？佢哋咧係一班非亞裔嘅童軍，表演緊充滿住佢哋文化特色嘅舞蹈。呢個表演正正見到嚟自唔同文化、唔同背景、唔同語言嘅朋友一齊參與童軍運動。我哋可以互相學習對方嘅文化，學識尊重、包容、欣賞彼此嘅文化特色。呢一個嘅舉動可以推廣增闊我哋童軍嘅見聞，亦都可以展現出童軍共融嘅精神。
大同世界係一種對世界和平友愛嘅理想。我哋童軍運動咧非常提倡呢個理念，我哋好歡迎，亦都好期待未成為童軍唔同國籍嘅朋友加入童軍大家庭，一齊享受有挑戰、有進度性嘅童軍生活。多謝心知童軍嘅演出。喺主禮台最左手邊嘅會係一班樂行童軍支部成員嘅演出啦。樂行童軍支部係以臨危不亂、英勇救人做目標，積極實踐我哋嘅童軍精神。樂行童軍嘅恆常訓練係包括學習多元專業嘅技能，例如急救啦。我哋咧可以喺危急嘅時候，透過應用急救技能，向有需要嘅人士施以援手，展現我哋見義勇為嘅一面，承擔起作為良好公民嘅責任。大家睇下，一班好可愛嘅小黃蜂攻擊緊行山人士啊！行山人士好似暈倒咗添。我哋又估下，我哋童軍急救隊會做啲乜嘢嘢？佢哋首先趕走咗黃蜂，而家為行山人士進行急救啊！展現咗救急扶危嘅一面。不如我哋都俾啲掌聲，我哋咁可愛嘅小黃蜂同埋我哋急救隊嘅成員啦！為咗促進香港童軍成員參與同埋協助處理緊急事故嘅救援工作，我哋咧成立咗童軍特別事故應變隊，為成員提供各種同拯救相關嘅訓練，包括陸上同埋水中搜救、繩索技巧、無人機支援、急救、後勤支援同埋事故指揮，以協助參與緊急事故嘅救援工作，支援正規部隊同埋其他政府部門，為社區作貢獻。喺度呼籲咧，有興趣嘅童軍朋友，記住都加入我哋童軍特別事故應變隊，服務社會，貢獻國家。就讓我哋俾啲掌聲，今日為我哋喺球場中央表演嘅各大支部成員。最後啦，喺表演完結之前，都要請大家同我哋一齊以童軍伴禮嘅形式，一齊高呼大會主題使命同行 March on Our Mission 先。喺度咧，首先邀請大家一齊起立，一齊起立，跟住咧就舉起右手行伴禮，一齊起立，舉起右手行伴禮。一齊再一次履行童軍誓詞規律，成為良好公民，造福社會啊！我哋練習一次先。我哋而家一齊舉起右手行伴禮，睇嚟咧大家都已經準備就緒咯。再邀請大家跟住我大聲高呼一句：使命同行。使命同行。March on our mission。March on our mission。睇嚟大家準備好啦。我哋咧再一次舉起右手行伴禮。好大聲，好大聲啦！我知道今日有13000名成員在場㗎，我哋好大聲高呼一句：使命同行。使命同行。March on our mission。March on our mission。俾啲掌聲，大家非常之優秀，非常之厲害啊！今日節目組嘅表演已經全部完成，我哋交翻俾香港童軍樂隊為大家接力表演，多謝各位。
好多謝香港童軍樂隊嘅精彩表演，我哋再一次俾啲掌聲，香港童軍樂隊。2024年度香港童軍大會操嘅所有典禮同埋儀式同埋節目都已經全部完結，多謝各位嘅嚟臨，我哋下年再見。雖然今日嘅大會操已經完結，但係為咗有效咁樣疏導人潮，請各個已經安排旅遊巴士嘅單位繼續安坐喺你嘅座位，等待大會交通組嘅宣佈。多謝各位合作。現在係大會交通組宣佈，新界第1592旅請留意，沙田東第18旅請留意，你嘅旅遊巴已經到咗加路連山道。重複，沙田南第59旅、沙田東第18旅、新界第1592旅。你哋嘅旅遊巴已經到咗加路連山道，請盡快上車。